西九文化區嘅概念設計係由兩個好似毫不相關嘅問題開始。第一，點解我哋對清明上河圖咁着迷呢？第二，點解我哋要西九呢？我哋要西九，係唔係因為倫敦同埋柏林嘅樂團都爭住嚟呢度演出呢？我哋要西九，係唔係因為帝女花可以喺呢度做長期演出呢？我哋要西九，係咪因為阿 Max 嘅藝團可以有機會喺區內駐場呢？我哋要西九，係唔係因為雪兒可以喺 Empress 度上美術堂呢？我哋要西九，係咪因為婆婆可以行街飲茶，或者同孫仔去放風箏，或者去海邊睇夜景？答案正因為以上嘅全部可以喺同一個時空裏面發生，從而去營造一種能量，帶動文化同埋城市嘅發展。清明上河圖呢幅畫令人難忘嘅並唔係裏面嘅地標，而係市民大眾嘅活動，充滿住生活氣息同埋城市活力。西九設計嘅精髓正正係凝聚呢一種活力同埋能量，鼓勵探索，鼓勵創造。所以我哋嘅規劃唔係一目了然，而係層層顯露，唔係淨係有地標，而係有親切嘅街道、公園同埋廣場，唔係一個孤島，而係有天橋、電車、地鐵、小輪同埋單車徑連接住全港，仲有高鐵、機鐵連接華南同埋整個世界。西九嘅規劃分咗3個層次，首先，沿海嘅綠化帶會有一個起伏有致嘅臨海公園，裏面仲有商店同埋食肆。第二，靠近柯士甸道嘅城市帶連接社區，俾唔同階層嘅人喺度居住、工作、創作同埋生活。第三，夾喺中間嘅文化帶集合住各種文化設施，貫通咗本土同埋國際各種藝術，鼓勵多方面嘅參與。覆蓋住綠化帶、城市帶同埋文化帶呢3層組織嘅，係一個由舊區延伸嘅街巷網絡，配合埋風向嘅流動，充滿住生活氣息同埋城市活力。放眼就可以望到港島各個地標，同街巷相通嘅係一連串立體嘅公共空間，包括有廣場台階、公園草坪、天橋長堤等等，保持住人同埋建築物之間嘅舒適互動，為本地同埋海外嘅藝術家提供多元平台，創作公共藝術。健康嘅經脈一定係暢通無阻。西九裏面嘅視藝、演藝樣樣暢通，文化生活暢通，人流空間暢通，區內區外都暢通無阻，對外接通住唔同嘅社群，貫通香港同埋華南地區，本土同埋國際之間嘅文化交流。
文化經脈嘅打通，最終為我哋帶嚟唔單止係瞬間嘅燦爛，而係長遠持久嘅活力。